都完全没有听到，有听到就有。但是有稍微滑法，大会会转移了。大家平安，时间到啊吼，咱就来开始。今仔日就是大概会完成第二摆的这个旅程安尼吼，咱开始的进前，咱先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暗时会通搁一摆，借着聚会实体聚会，透过网络，阮搁一摆来看到保罗的宣教，伫第二摆行程，特别是伫伊上落尾会去到伫以弗所伊所拄着的一寡代志互阮会通伫阮的生活中间会当得到一寡提醒。阮要安怎样，甲一寡无共款宗教信仰的人来对话透过保罗伊的坚持，甲伊对传福音的热诚来帮助阮。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祝你亲自来将你圣神的智慧赏赐互阮。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前面有讲到着即个间隔里吼，就是哥林多教会了后一个小的港口的城市啦吼。咱基本上会当单甲跳过去啦吼，但是间隔里吼是无介意真长的时间吼，保罗无伫遐足长的时间，但是有一项代志咱必须爱讲的，就是伊伫遮有做一个动作，就是剃头门吼。这剃头门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今仔日会搁加强这个部分来甲咱三个分享。本来以弗所我会放伫第三摆啦，但是因为咱今仔所讲的另外这三个点吼，无讲介济物件要分享的，所以我就甲以弗所先放来遮。第三摆的旅程呢，去拄着足大问题，转来的时阵，保罗就调过伊。闪避吼，搁入去伫以弗所，伊有伫一个海港的城市，叫以弗所的遮会同工来去见吼，这咱伫第三摆会搁来讲吼。以弗所是伊伫遐牧会中间开设教会，拄着足大的困难的一个所在吼，这咱今仔日会用较济时间来讲这个部分啦吼。好，咱前面有讲到这个保罗进入伫马其顿，然后伫落南去到伫希腊，吼，伫马其顿的时阵，帖撒罗尼迦开始就一群犹太人，吼，拢爱招足济迄种安尼讲罗马好啦，吼，伫遐来闹代志，吼，毋但安尼尔定，伊搁看保罗走去倒位，吼，着缀甲去倒位安尼吼，所以咱来看讲，帖撒罗尼迦了后，伊离开，离开了后，搁去到伫迄个庇里亚吼，了后搁去雅典，嘛拢是即群人吼。当然雅典搁拄着较无共款，咱前礼拜有讲到，伊是拄着即个当地哲学门派遮的人，因的抵抗甲伫遐即个辨别吼。我定定咧读即个雅典的时阵，就想到迄个。我伫鹿港咧牧会迄个经验啦吼，其实鹿港吼，迄个所在就是足亲像保罗咧讲我四界去行，拢看着满是的这五常神明安尼吼。其实咱台湾有足济真类似，亲像雅典即个部分的物件啦吼。因有真济神像啦等等的吼。当然，犹太人对于保罗传福音的主动，其实是搁较大、搁较重要的吼。保罗伫哥林多住1年6个月吼，东半的时间。伊伫遐，当然伫迄传福音的中间有伊的成功的所在，有伊开设教会，伫遐来训练这个同工等等的。但是伊犹原拄着犹太人的这个阻挡，所以伊就决定要转去伫叙利亚啦吼。这是对18章开始咧讲。咱今仔日其实最主要的几个城市吼，
第18章的22节，即句话安尼就拢讲完吼，伊要讲介济啦吼。但是我先甲第3次迄个以弗所的吼，我先甲迄个背景先甲大家来分享啦吼。咱今仔日讲到坚革哩吼，也会讲到以弗所，也会讲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我嘛会讲到几个重要较无共款的经文，讲到该撒利亚。这个城市咱前面我有讲到啦吼，但是今仔日会搁较济的资料互咱吼。好，这个是保罗第2届的宣教旅程吼，伊对这个所在开始，然后到遮特庇、路斯德，伊就来招伊的信仰的囝提摩太吼，然后伊想要来伫这个所在吼。美西亚、亚细亚这个所在，但是圣行不准，圣行不准就爱伊去这个马其顿，所以对特罗亚跳岛，然后进入伫这个所在，咱前边有讲到这几个城市，然后有讲到一个有讲到雅典、哥林多，伊到落尾对哥林多要离开的时阵，就来这个坚革哩，这就是咱今仔要讲的一个城市的开始啦，吼。坚革哩是一个港口，坚革哩是一个港口。了后伊就搁倒转来伫该撒利亚。来该撒利亚是因为伊是一个真重要、真大的人工港，咱等下讲吼，人工港吼。然后最主要的目的是上岸了后要来耶路撒冷，伫这个所在吼。好，坚革哩吼是第18节遐所讲的吼。伊是伫哥林多的东南边吼，差不多13公里，是一个咱咧讲海口的城市。伫遐伊就是要坐船来走去伫即个地中海内底吼，然后伊就要倒转去伫叙利亚。咱大概伫保罗还是初代教咧讲到叙利亚，就是咧讲到犹太地啦吼。咱基本上就是讲知影讲叙利亚是咧讲犹太地即边遮啦吼。好。照经文甲咱讲啦吼，保罗伫哥林多甲信徒住真侪日了后，就离开因，甲毕基拉甲阿古拉做伙坐船去叙利亚吼。搁讲者吼，叙利亚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地因用叙利亚来讲吼。好，咱前面有讲到毕基拉甲阿古拉这两个这对夫妇是保罗真重要的同工啦吼。毋但伫信仰顶悬，嘛是伫因的原地的工作，因做啥？做布棚的吼，所以因有伫生活上有足好的同伴，而且百基拉甲亚居拉，因伫信仰顶悬不离正确啦吼，所以伫圣经也有记载讲，因去指证阿波罗，伊有一寡无够好势所在吼。伫圣经咧记载咧讲阿波罗，其实对伊学了拢真济吼，伊是一个真正搁足有热心嘛学真济，但是就是干那对洗礼顶悬的部分无解正确的了解吼，所以百基拉甲亚居拉这对夫妇就成做一个因伫这个阿波罗伫信仰顶悬真好的帮衬啦吼。伫即个所在，拄则我有讲着吼，伫遮呢，保罗特别有记载，保罗伫即个所在剪头毛啦吼，因为他曾经许一个愿吼，即个甲犹太人的文化甲因对伫剃头毛顶悬吼，有一寡坚持，真有关系啦吼。保罗伫第2摆的即个旅游的即个中间呢，就了后对即个哥林多就要来离开，倒转去耶路撒冷吼。然后就伫即个所在，伊就来甲家己吼，叫人甲剃头毛安尼啦吼。伫其他的经文内底，满有讲到保罗伫即个所在所拄着的即个人吼，伊伫遮嘛讲吼。罗马书16章第1节吼，伊这坚革哩教会的执事啦吼，所以坚革哩虽然伊伫遐
圣经伫使徒行传无记载讲保罗伫遐偌久的时间，伫遐有建立教会无？但是咱知影伫这所在也有教会吼，嘛有一个姊妹叫做菲比，菲比伫教会伫初代教会内底活得真重要吼，真重要。我伫洛杉矶的时阵，就是一个长老，伊的英语名就是这个名吼。我拄开始想讲，较有人号这个名呢吼。因为咱拢读台语的圣经吼，对英语的名咧袂介熟安尼吼，咱才知讲伊就是用这个来号啦吼。这个菲比嘛是伫教会内底真热心的一个同工吼。好，保罗伫遐，拄则18节记载讲伊有下愿，所以伫遐来剃头毛吼。为什么下愿？圣经无甲咱讲，咱嘛无法度知影吼。不过咱会当对犹太的背景来了解，就是讲因真侪人信主了后，因就会去下一个愿吼，就是要表明伊家己的信仰安尼啦吼。有真侪人反对保罗吼，伊讲伊相信基督已经成做这个成全这个律法吼，佮叫人来离开律法安尼吼，因足侪人对伊无介信任，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要来表明，伊做剃头毛的即个动作，其实的目的是因为伊要倒转耶路撒冷，伊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说的使徒传统，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吼，所以伊得用剃头毛倒转去吼，来表明伊家己是。毋是要离开即个犹太人的即个道理的，但是虽然伊有新的看见吼，这样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吼，我会记得我捌甲小可讲着吼，我一个朋友伊是伫加州台湾人吼，伊加州的骨科医生啦吼，伊就嘛足有宣教热心吼，伊就去到伫即个巴西吼。真偏乡伫迄个亚马逊河边伫遐宣教，到落尾去熟悉伊的太太，伊的太太就是咱所谓的土著啦吼，原住民吼。因即个砖头吼，安尼讲好阮有邀请伊去洛杉矶教会去分享的时阵，伊互我足侪因的相片，但是伊特别交代讲，这相片绝对袂当流出来。若准伊的相片流出来，互因遐人知影的时阵，伊就会去互抬头。吼，为什么？因就足保守的，因甲外界无有足深的连接。因伫迄个所在，袂当讲伊去做宣教师哦，敢若会当讲伊伫遐办学校，伊甲因太太伫遐咧教册，安尼定。吼，伊若倒来伫加州的时阵吼。伊的头毛就剪甲亲像牧师的即个头毛安尼，但是伊若要转去吼，转来加州只2个月，伫遐分享伊的宣教，了要转去时，伊就爱加即种形状的，加安尼，下骹顶甲光，敢若一个西瓜碗安尼，崁伫迄个所在。迄个就是咧表明讲，我甲恁共款，伊要倒转去进前，伊就爱安尼剃头，倒转去吼，安尼来表明。我想保罗伫即个即个所在，伊要坐船倒转去伫叙利亚，咱咧讲该萨利亚，佮进入伫耶路撒冷，进前伊做即个代志，是要面对伫耶路撒冷耶稣的学生，正系使徒传统的人啦吼。所以伊伫遐来用安尼来表达，我连伊会用一张图来互大家看，就是讲犹太人因有即个文化习俗啦吼，这是照着。犹太人的律法，甲因的古早的，咱讲的风俗吼，咱讲风俗，所以伊要倒转去耶路撒冷大本犹太教大本营的时阵，伊就安尼照犹太惯例吼来剃头安尼啦吼。伫圣经有互咱讲因听着吼，因着拢阿拉上帝，佮对保罗讲兄弟吼。你着讲你着甲阮共个算兄弟吼，安尼咧讲安尼吼。伊讲情形是安尼，伫犹太人中间有数万计的人，即个信徒拢守摩西律法。你会当了解吼，伫使徒行传21章20节到22节吼，所以你会当看伊讲是安那保罗伫即个所在要安尼来剃头吼。真有可能就是伊伫做
受到祭司传统的训练的时阵，因就有迄个啥下愿啦吼，真有可能呢，圣经无互咱足金足的一个线索，所以咱毋知影，咱只不过会当对圣经、对犹太人的传统来去讲吼，因为保罗伊开始咧传福音了后，伊对犹太法律，互一寡犹太教的人感觉讲你已经甲阮无共款啦吼，所以伊有一寡即寡安尼的考虑啦吼，所以伫简格里要坐船进前，伊就来剃头吼，来剃头。我嘛感觉讲这亲像伊甲提摩太行甲咧原因共款，因为提摩太要伫犹太的族群内底伫遐传福音吼，所以伊就暂时安尼吼，来完成伊所下愿安尼啦吼。所以伫经文佮继续伫使徒行传21章这后壁遮吼，伊讲现在请你照我话讲吼，来做吼，才有世人下愿吼，你带因甲因做伙去来洁净吼，行洁净的礼吼，所以想这有真共款的意思伫这个所在吼。民数记第6章第18节，伊讲离俗的人爱伫圣墓的门口剃头。将头毛剃起来吼，放伫献平安祭火来烧啦吼。这真有可能甲这个习俗有关系吼，因的这种风俗吼，真有关系。所以伊就要倒转来进前，就来做这项代志免得讲去伫迄个所在，佮甲犹太人佮有一寡摩擦，也是有误会伫这个所在吼。所以伊嘛有顾虑真济啦，所以圣经的记载甲咱讲，保罗吼，伊若面对外邦人，伊就安那诚做外邦人吼；面对犹太人，伊就用犹太人的方式吼。这是保罗伊的信用真活的一个部分。伊真知影要安怎甲无共款的人来讲福音吼。我想这是换咱会当互咱学习的吼。但是伊毋是无坚持哦，对人行的哦，伊是真有坚持，但是佫有一方面去体谅对方尊重对方然后伫迄一个真平等的台面伫迄个所在来对话吼。所以我提供一寡遮的经文，互咱看互咱大家了解即种剃头毛甲因的洁净的礼真有关系吼。像这犹太的囡仔吼，你有看因这头毛，这拢有剃过吼，这是因的风俗吼。尽管有剃才爱留吼，这是因的风俗啦吼。这大人的嘛是安尼吼，较大呢吼，剃了后，这顶悬都爱搁绑啥？照生命记讲的吼，你着爱甲上帝的话诫命安那绑伫个头壳顶吼，下顶安尼吼。这有因的文化是讲犹太教的背景伫咧吼。像借着这个圣经的记载互咱大家知影吼。好，了后伊就坐船转去伫该撒利亚吼。咱知影该撒利亚就是英语讲Caesar 啦吼。其实你若用拉丁文来读吼，是叫做 Kaiser 吼。伊念吼，这个希腊，你若用希腊文来念吼 ，Kai 这是开啦吼，凯撒吼，凯撒雷亚，这是 N 哦，Lion 吼，这是若照希腊文来念啦吼，但是因为英语 CAE 念起来就是念 K 啊吼，有的人佮甲这个字毋是念 K。伊念 C 哈 ，Caesarea 哈，好 ，OK， 好，伊这个名当然是用迄个皇帝的名吼，咱嘛知影伫北叙利亚有一个该撒利亚菲律宾嘛是共款吼，用分封的王甲皇帝王甲做伙，讲这个城市要献互这个皇帝安尼吼，好。这个该撒利亚呢，是伫以色列地中海的海岸一个沙伦平原的边吼。伊甲海法真近，咱即马所知的海法吼，足近的啦吼。海法佮特拉维夫吼，拢是较南边这边遮吼。这个是东西是足重要的一个港口，而且是一个人工的港口吼。这真特别，咱等下我会互咱看到图啦吼。
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啊，离耶路撒冷无介远的所在，所以若基本上对地中海来要去耶路撒冷，真侪人就会伫即个所在来上岸吼，安尼来上岸吼。啊，伫古早时代就是讲，因甲即个埃及啊海上吼，海上的路。必经的路啦，吼，也是讲陆上嘛有可能对即边的海岸入来。那当初时，伫即个对埃及起来要来进入迦南地，吼，有两条路，一条路嘛是对即个海边该撒利亚，一条是对往约旦河即边较往西岸即个所在吼，嘿但是因为遐非利士人的所在。所以上帝无互因安尼来过去啦吼，互因设旷野安尼吼。好，这地图啦吼，咱看一下吼，这个就是拄则咧讲的沙伦平原啦吼，嘿，该撒利亚伫遮，约拿书内底讲的约帕伫遮，约帕伫遮吼，嘿，海法伫遮吼，海法咱即马较熟啦吼，嘿，好伫即个所在，伫十字军东征的时阵，也捌伫即个所在起一个城堡吼。所以你会当了解讲，即个人工的港口对伫当初时来讲有真重要的一个交通战略。咱大概最近咧看遮的，拢知影，就是若毋是军事，就是交通，无就是经济吼，真重要吼。十字军东征。有伫这个所在起一个城堡，甲护城河伫这个所在吼，这是留落来的这个遗迹啦吼，留这个遗迹。但是呢，伫遮特别爱讲，就是讲十字军东征是伫基督教历史中间一个真黑暗的历史记载吼，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行动吼，甲整个基督教的团体变做一个军队，去东征完屠杀很多人啦吼，这有机会咱再搁来讲吼，可能这个文牧长之前我应该有去伫讲到教会历史时，拢会去讲到这个部分吼，伫这个城堡内底吼，伊无啥物装饰物，但是伊就是做甲足简单足用的吼，伫这个所在伊即个十字军东征的是伫犹太地遮有起2、3个足重要的基地啦吼，该撒利亚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基地吼。好，该撒利亚上是嘛基督福音外邦开展的真重要的关键。好，是安怎讲呢？咱知影保罗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伊第一届就去亚细亚，咱即摆讲的土耳其。第二摆跨过马其顿，就是咱讲的欧洲。但是伫伊进前，有圣经有记载的两个人，也是讲伫初代教会吼，咱有看到即个腓力甲一个该撒利亚的官，有无？伊咧坐车伫咧读以赛亚书，伊毋捌吼，腓力甲伊解说吼。过来，彼得有一个异象，讲着啥物诶？讲有天顶一块布落落来，内底拢垃圾的物件有无？吼，这个安那就是迄个外邦宣教真重要的关键啦吼。特别咱爱去看到是彼得这项代志吼，彼得这项代志。咱先来看这个吼，《使徒行传》第8章，吼，《使徒行传》第8章34节到40节吼，这个所在，这个太监问腓力，请你指示我，伊就甲伊讲这个这个经文这个吼，我都无拢总讲，咱若有机会，咱就去看全部的经文这吼。好，咱会当看伊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人工港吼，你要看遮吼，遮拢是迄阵人工港沉落去的遗迹，吼，迄遗迹啦吼，但是到尾因就无搁去甲复建起来吼，你会知影看伊讲，这起甲敢若像咱即摆的即种高雄港咧起啦，还是讲基隆港咱会起堤防出去安尼哦，就古早因就有即种的技术啦吼，因就甲敢若伫陆地村落来遮遗迹。
甲维护起来安尼尔定吼，啊，因遮就无去用啊吼，即个所在伊就无去用啊吼，大概互咱大概知影，当初是咧做遮个真的很雄伟啦吼，因往那用真侪时间吼，然后这边有一个剧场，右边这边哈有一个罗马剧场吼，嘿，咱看这弄有一寡遗迹伫个吼，好。36节，咱会当一直看到40节，这就是腓力甲这个太监咧讲话，伊就替伊洗礼吼，甲伊行洗礼这个代志。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因为这个是伫希律王的手下所起的一个真重要的人工港，所以因遐有真大的营区吼，军营。咱来看彼得的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的时阵，咱看见，这个时阵保罗还未去宣教啦，还未去宣教，彼得就已经得到迄个异象啊，哥尼流的代志，意大利因就是罗马军队啦，罗马军队，所以彼得伫迄个所在，伊嘛去到伫哥尼流因兜，甲伊传福音，甲因做伙，这个代志影响偌深呢？就是当保罗倒转来甲遮个使徒，也是遮个基督徒咧讲着伊的外邦宣教的时阵，因第一摆是就开始讨论讲外邦基督徒需要行割礼无？彼得就徛起来讲，伫使徒行传15章的时阵，伊就徛起来讲讲伊家己即个经验然后雅各才来做裁决。就写批互伫即个安提阿遮个教会人，讲使徒，咱讲的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咱咧讲迄届是安尼伊伫即个所在就来做一寡决定，外邦人、外邦基督徒无需要受割礼即个决定安尼这是足重要的所以该撒利亚其实看起来伊毋是一个真重要外邦的土地领土，但是伫这个所在发生两摆，伫保罗去外邦宣教进前发生两摆，就是甲外邦的福音有关系。一个就是迄个太监迄个官另外是一个咱拄则看哥尼流是彼得传福音的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伫该撒利亚。对伫外邦福音有一个真关键的一个重点，特别是保罗转来报告了后，因伫遐有讨论讲，外邦基督徒敢着爱接受割礼伫即个所在，就有人伫遐咧坚持啦你看犹太人对安提阿来，所以因是来甲使徒控告所以因伫遐召开使徒会议，就是咱讲的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因伫遐讨论因伫遐有真严重的即个辩论大家就是安尼伫即个所在咧讨论安尼到落尾就是我拄则讲彼得起来讲，然后耶稣的小弟雅各起来做裁决起来做裁决大概是即个部分伫该撒利亚，咱需要去知一个真重要。外邦福音的一个呼召足清楚的，特别是对彼得咱特别知影就讲犹太人对外邦，伊拢感觉讲是垃圾的所以咱即个前礼拜文牧长老嘛有咧讲，咱称无信主的人，咱嘛袂当称外邦，因为咱本身就外邦人但是无信主的，伊嘛是上帝所关心的兄弟姊妹。只是还未有机会熟悉安尼尔定但是犹太传统因就将这外邦人安那当作是垃圾的，但是圣神启示彼得讲安那，上帝所启示所想事的，你袂当讲垃圾这个互咱真清楚啦咱看到这个异象来传福音这是就是讲该撒利亚伫外邦福音中间真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啦咱看遮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了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所以真重要这是咱所领受的OK 好来就是咱拄则已经有讲就是伫
大虚律的时阵，伊为着要来稳固伊的政权，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就起一个人工的港口，伫遐会当互遮的军队吼，伫迄个所在吼。但是到落尾，咱知影拄则看迄个图，已经有诶拢沉伫迄内底吼。这真大吼，当初是会当放300只军舰，也是讲船吼，会当看到迄规模足大诶吼，嘿。这个是会通看伊讲大鱼迄阵仔野心安尼啦吼，嘿。这咱拄则有看到吼，好。保罗甲这个称作该萨利亚这个城市吼，嘛足有渊源啦吼。这我跳到后壁去啊吼。但是对保罗来讲，伊毋是足好诶一个经验。第二摆宣告结束，就是咱今仔所讲诶，伊伫这个所在上岸，要去到耶路撒冷向使徒来述职吼，这是第一届诶经验。第三摆呢，就是伊对这个所在来上岸去互哪解送要去罗马要受审判吼。这个所在对保罗来讲是安尼吼，所以咱会当伫后壁诶时阵会当看伫21章遮吼。隔日阮出去该萨利亚，伫迄个所在传福音腓力诶厝吼，等等遮，咱会当看伊讲，伊就甲即个所在有一寡渊源伫诶吼，伊甚至伫该萨利亚叫人关2冬久吼，伫遮吼，咱伫经文内底有甲咱讲吼，伊伫遮叫人关2冬，嘛甲分封诶王。也是这个总督伫迄个所在咧谈论这信用吼，好来，咱进入伫迄个以弗所啦吼，就是讲保罗要倒转来是伊有经过迄个以弗所，伫第三摆行程的时阵，才会拄着咱今仔要讲的吼。我先甲这个以弗所一寡背景来小可甲咱讲者，咱伫第三摆的时阵，咱会当更加清楚来了解以弗所伊所拄着一寡代志吼。当然，这个所在有一寡伊的矿业吼，所以伊有一寡制造业吼，有一寡制造业。但是当然嘛，甲伊的民间宗教真有关系吼，伊的民间宗教嘛真有关系吼。咱知影约翰吼，到落尾是伫倒位？萨摩岛吼，嘿，就是伫这个以弗所的对岸一个岛安尼啦吼。好，咱大概小可了解伊这个地理位置吼，伊是伫这个咱咧讲土耳其的最西边大概往稍微西南边我念伊会搁互咱看到迄个地图啦吼。伊的历史就讲嘛是共款，伫主前十几世纪就已经有一个城市搁扩展吼，诚做亚细亚省的省会，是原来是足大的一个城市吼，足大的城市伫亚细亚这边遮吼，真大的城市吼 ，OK。伊这是伫亚细亚遮吼，亚细亚遮，即马搁有机场啦，这是现在度啦吼，古城伫这所在吼，着面对这个爱琴海这边遮的一个岸吼，遮咱知影吼，这是亚细亚，亚细亚，伊伫这个所在吼，士美拿伫遮，安提亚伫遮吼。咱大概知道那个位置哈，那个位置好。伫即马嘛是真侪这个去圣地旅游的人吼，拢换有行保罗行程的以弗所是必参观的城市哈，景点之一啦吼。当然嘛是共款，伊是交通网络，嘛是军事，嘛是商业一个真重要，特别是佫是。海路甲陆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伊嘛是东西伊过就是过西边就是欧洲吼，所以东西文化也是贸易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吼。伫当初时就已经是足大的城市吼，对，这也是
保罗为什么会去遮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吼。当然伊伫遐有做真好的宣教，嘛有做一寡咱讲新约，但是到尾有去互人家己赶吼。为什么赶？咱讲较后壁的时候，咱就会去讲着啦吼。好，历史的方面我有资料，互咱再看一下，我就简单带过去了吼。好。主前190年的时阵，以弗所去互别加摩王占领，伫半世纪了后，较入去伫罗马的版图内底，了后有拜占庭所统治，伫即个整个的基督教的时期，伊做真重要的一个地位，基督教第3摆的大公会议就是伫即个所在，所以伫遮较近代历史，伊就有足重要的地位好，咱知影罗马是叫做西方正教啦拜占庭到落尾就甲东方正教足有关系。拜占庭的物件影响到东正教，比如讲咱咧讲的马赛克的一种装饰东正教就用足侪拜占庭式的咱若去看到一个耶稣用金色的即个马赛克的砖摆起来迄拢是拜占庭的建筑风格之一迄影响的东正教文化真深啦好，这是伫以弗所的神庙神庙捌去倒过尾嘛捌倒过是有人放火烧啦烧了因佫甲登起起起来讲。听讲有120几支的条像即种的即种的条120几支当然即马嘛歹到要差不多倒去像安尼咱来看去，这寿面安尼才8支这嘛8支这就已经16支所以咱来看伊讲这当然是这建筑真正无简单啦因就伫即个所在是安怎因会安尼做呢？因为因有一个因的女神这个女神不是雅典女神，嘛毋是迄个咱咧讲的什么维纳斯毋是，这个女神叫做雅典米雅典米Artemis 这个是因足重要的信仰中心，就好若亲像咱若去大家你会讲着当地是。当地的即个信仰中心就是安那妈祖这个 Artemis 等于是伫以弗所的妈祖安尼啦咱用安尼去类比，咱大概就知影啦OK， 所以当伊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咧甲保罗甲伊讲，这恁所信的这拢假啦这安怎的时阵伊就受到抗议你知无受到抗议因就。招所有的人去到伫即个竞技场内底伫遐足大声伫遐咧抗议司机官来甲因安抚落来。为什么呢？咱知影罗马的政治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伊互伊地方自治伊互因当地人去自治，但是呢，一方面伊佫派罗马的军队伫边仔咧监督，就亲像耶稣的时代咱知影有希律王，阁有总督啥物人？彼拉多有无所以伫主后70年，因有一寡人起来抗议，想要来反叛，要来独立，结果即个军队就入来伫福音时代，因咧审判耶稣的时阵，圣经有甲咱记载，本地即个希律王甲彼拉多毋是真好的朋友，但是因为要审判耶稣因因就变好朋友所以伫政治上因有足大的敏感这个书记官呢，叫甲因安抚，就是莫互罗马军队认为讲因伫遮作乱，若作乱的时阵，军队就会入来这是迄个原因啦OK， 这互咱知影迄个背景Artemis 因是讲月神啦伊有伊专门管咱知影伫咱的传统宗教内底嘛是每一个神明就管一件事情啦这个
管2件事情啊，不但管2件事情呢，还有管什么？管生产，管生产。那想想看卖啊，这个月神女神应该生了足水对不？我讲不是啊，生了足奇怪。来看这个，她就长得这么奇怪啊，她是生殖儒养啊，伊嘛是安尼一个真奇怪啊，伫传统的宗教内底，生产之神是几乎每一个民族拢会去拜的一个神明安尼啊，这个亚底米神是以弗所咱讲无可代替无可代替的一个咱讲神主牌也好啦然后是安尼是因心目中无法度去代替，你只要来讲到伊一点仔无好因就起来甲你拼安尼啦好，啊，咱拄则有看到迄个遗迹啦伊当初是个神庙是世界7大奇观之一啦啊，伊有120公尺会宽啊60公尺会宽啦长120公尺啊，有120基的20公尺这个会跳安尼咱来看这啊，当时已经倒到用要了去啊，这个后壁这个就是咱拄则看头前迄个部分遮OK， 啊，伊有真水的建筑啦有真水的建筑我定定看到这段经文，也是阮报道咧宣告，我就咧想讲，到底咧追求的是真神，还是一寡咱人所装贪？亲像最近大家迄个金身的妈祖嘛是去互甲讲内底毋是真的这拢有一寡问题存在啦OK， 拄则有甲咱讲过伊捌去互人放火烧去互放火烧这个为着要出名了后伊佫甲重建啦了后伊的寸尺就改变了长150公尺，宽55公尺，佫有127基佫较济好拄则迄个亚底米神像即马伫倒位呢？伫伦敦大英博物馆当然是殖民时代去互摕去的啦好即个伊的产生问题是安怎？就好像我捌甲咱讲过，讲伫鹿港迄个妈祖庙内底伊的正平遮有两三间细间的伊就囥迄细身的迄个妈祖互人去甲伊安那请分身转去厝里你着爱纳钱你着爱纳钱互因共款因遮有一寡所谓的宗教相关产业这个庙事的人安那就利用这趁真济钱啦。所以当报落去甲伊讲你所信的这是毋是真正信的时阵就得失足济人这个情形亲像啥？亲像耶稣伫圣殿最后一摆入去耶路撒冷，伊迁去圣殿共款嘛。伊摆摊伫卖鸽子，伫摆摊咧甲人换钱，就是要伫趁钱嘛。耶稣甲清掉，得罪啥物人？得罪遮的摊商，佮得罪啥物人？得罪温存摊商的，是啥物人？迄就是圣殿的管理者。所以伫即个所在共款。保罗就得罪遮的当地遮的管理者，讲庙的管理员啦，还是讲遮的董事啦，等等的啦所以伊即个银匠即个人伫遮足重要。银匠迪米丢是安怎伊会出头？因为伊专门咧做雅迪米女神像的卡比，伊咧卖，伊的生意安怎？大受影响，所以圣经甲咱讲，有一个银匠伊就安那起来带头来抗议，甲遮的人来抗议，就好像当初时咱宣教师拄来台南的时阵，嘛是共款，伊开诊所，遐地方的人种无钱通趁你甲我抢生意，就起来抗议，共款的迄个情形安尼所以因伫即个所在所拄着就是即个
传统宗教雅典米女神，这个咱会爱记哩吼。伊有所拄着足大诶问题，就是这个物件啦吼，这个神明吼，啊，伊是这个宙斯啊，甲这个托勒吼啊，勒托是嘞，勒托吼啊，甲其他这个真相款诶一个神明吼，这吼。啊，当然，咱会当看见讲，当初是保罗伊咧宣教诶中间所拄着真济诶困难，一方面是对犹太人来，一方面是对伫在地诶传统诶宗教，一方面是对希腊诶哲学，伫以弗所遮，佮特别拄着遮是甲宗教诶，即个咱讲相关诶产业才会生理人吼，所以传统宗教对当地是当然是影响真大吼啊。比如讲，咱台湾人，咱伫咱诶教会信仰诶中间，有当时嘛会受到真大咱诶后壁背景传统诶宗教诶影响吼，传统宗教，我嘛捌主持迄个葬礼，要做土葬哦吼。就要即个要入墓要盖棺的时阵吼，因拄迄个新妇对无信主的家庭来，要喊的进前赶紧摕一个红包啊，摕一个啥物件藏咧安尼吼，有因的风俗伫咧，吼伊会影响着基督教的家庭即个中间。共款伫当初时，即种传统的宗教对教会影响嘛有足侪会拉扯吼，会拉扯伫即个所在当然。变做当保罗伫遐咧传讲，咱咧追求真神相对就有人开始改信做基督教的时阵，因的生理就受到影响，所以因就会来反抗，拢有即种的因素伫的因素伫的，所以伫新约的时代，伫城内底嘛有真侪犹太人，因对当时是当然嘛足有影响伫的保罗捌伫以弗所2冬的时间会当讲是伊上长的一个宣教的地点啦哥林多1冬半这所在2冬伫遮伊其实有做真好的即个开拓的工作，甲即个同工的训练的工作咱伫第3摆行程的中间，咱大概就知影讲，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影响是真深啦伊有说教会伫早期基督教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中心。咱拄则有讲的，即个大公会议就捌伫即个所在来举行过。大公会议会伫即个所在举行，就表示遮个教会已经大到有一个程度嘛有迄种服侍者是有甲主教的即个地位所以伊才会伫即个所在来召开即种大公会议啦好。第6世纪了，即个港口尾就开始淹没就无法度去使用遮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啦叫做童贞女之家。咧讲啥物啦？咧讲玛利亚啦咧讲玛利亚这听讲的讲玛利亚伫伊年老的时阵，捌伊的即个耶稣学生伊带伊来到伫即个所在伫遮来终老安尼所以天主教就伫即个所在有起一个叫做玛利亚的礼拜堂House of the Virgin 这就是咧讲着玛利亚啦要撇开即个罗马政府的迫害安尼这就是因的院子之一啦但是嘛捌因为战争的关系、地动的关系受迫害了德国的修女会因遮有几摆来伫这个所在来找就梵蒂冈罗马教廷就伫这个所在来甲伊回复并来甲称作这个圣龛啦好目前呢，这个童贞女之家是美国的教会咧管理的俄亥俄一个天主堂基督徒来伫遮。但是呢，咱注意甲看历史资料，互咱看
有未少的基督徒以及回教徒来祈祷，为什么呢？咱若注意去读迄个教会历史吼，大概是伫黑暗时期的时阵，真侪所在去互回教占领去，因就甲礼拜堂改做啥？改做清真寺，所以有足侪嘛有迄种礼拜堂甲清真寺共用的啦，所以你免怀疑啦，有真侪基督徒会去遐祈祷，回教徒嘛会去有迄个背景伫诶好。嘛捌举行伫2000年诶时阵，捌举行一个真大诶一个纪念诶仪式伫即个所在咧，大概我甲一寡历史资料小可互咱知，甲即个以弗所会通看伊讲以弗所当初是伫即个所在是真正真重要保罗诶学生提摩太，伊是以弗所教会第一任诶主教我拄则讲因为有遮会当讲做甲主教诶地位，所以伊才有可能会通伫即个所在来召开所谓诶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即马咱即马基本上咱无参与伫甲大公会议啦但是即马就是讲大公会议伫东正教离开之后，大公会议就变成天主教自己的。东正教他自己的会议改革中了后，大公会议就变得缩小，佫是咱咧讲天主教的部分咱即马有一个超越大公会议的叫做 WCC 啦就是世界基督徒的联盟咱会看宗派这已经代替即个所谓的大公会议古早大公会议就是对伫皇帝来主持，了后就是教宗来主持。拢咧解决一寡宗教问题、信仰的问题，伫遐来做决定大概互咱小可知影咧好，使徒行传第18章19节咧讲到即个以弗所啦因到着以弗所伫迄个所在，保罗毕基拉、阿古拉来过世所以伊就来家己来行，甲因离开另外，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阿波罗嘛来到伫这个所在，罗马才叫用册迁去到伫哥林多伫遮19章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阵，保罗来到伫以弗所所以因有无共款的宣告19章23节讲到这个所在，咱看见讲以弗所发生真严重的乱事，咱拄则有讲着因伫遐暴动来平了后，保罗就召集遮信徒，鼓励因上时就离开为着无爱搁即个造成混乱这是第3次的旅程我们还会再讲24章17节嘛，讲到保罗对米利都派人去到以弗所教会长老遐所以咱看伊讲伫保罗的宣告中间，以弗所是足重要的一个所在迄个教会。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嘛是安尼讲着如果我们在以弗所跟那些野兽格斗，纯粹出于人的动机，那对我什么益处呢？保罗伫这个所在咧，甲遐人讲，哥林多教会人咧讲，甲遮个人咧战，毋是咧战迄个咱讲诶肉体诶爽快伊是咧讲着有国我诶主是咧讲着信仰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可是我还要留在以弗所，一直到五旬节啦这是咱伫这所在所看到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伊就是写批互以弗所教会咱知影以弗所是伫迄个保罗的喙内底是一个蛮有丰盛恩典的一个教会伫这个所在，虽然有拄着真大的困难，但是保罗伫遮2冬的时间伊写批来甲因请安甲勉励。提摩太前书伫这个所在，保罗嘛派伊去伫以弗所教会，所以咱知影讲伊伫遐是第一任的主教这是提摩太咱所读到的经文，这个所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10节，
如果天母头到你遐吼，所以即个时阵天母头还未去吼，拄则咱头时候已经去啊吼。启示录7间教会之一，吼，就是嘛有以弗所吼，伫以弗所即个教会伫即个所在吼，所以咱会通看讲伫初代教会，以弗所是非常非常重要吼，就是讲。一寡反省的问题，就是讲，咱看见保罗咧服侍中间，伊有真重要、真热心的同工，甲伊做同伴，特别是白吉拉甲亚吉拉即对夫妇吼。过来就是讲，认捌圣经，也是讲咱耶稣是基督，毋是要证明咱家己，这是使徒行传18章28节所甲咱讲的吼。像拄则咱所看到的，伊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伫以弗所甲遮人咧辩，是为着咧辩国外的主，毋是咧辩这个肉体顶悬的车柄吼。好，面对改变啦吼，犹太人因着足无爱改变吼。因对外邦的基督徒，因无接受迄个割礼，就袂当得救。因即个足固执的。保罗咧传国外的基督，因就到处去反抗，因无爱面对改变，因扛袂落来。因的文化赢过信仰，因的习惯赢过上帝，这是互咱一寡提醒啦吼。十字军东征我拄则有讲啊，伫咱的基督教历史的中间，是最黑暗的一页啦吼。当然，咱会当看讲，对基督徒来讲嘛是一个提醒的吼。当咱要甲人安尼车拼的时阵，咱爱去思考是，咱到底为什么而战啊？是为着我的民主，为着我的爽快，为着我感觉到的，还是为着上帝呼召？这有足大无共款，拄则咱所看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吼。再来。面对传统宗教文化，基督徒的态度是甚物？讨厌吗？保罗毋是讨厌无，伊是接纳，伊嘛无甲因贬低，大部分来讲当然真假伊嘛会讲啊足清楚啦也是讲，咱敢有迄个机会，甲非基督徒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咱伫遐信仰对话，到底咱要怎对话？保罗伊的宣告。互咱甚物款的启示甲帮助？我想这是特别咱伫台湾，咱面对遮尔济毋是基督徒的即个环境，咱要安怎来做？我想这真重要啦吼。好，到遮。有没有问题？连你恁转来啊？差不多6点钟就到三角啊。好。我先甲即个以弗所的背景小介绍，第3摆的旅行的中间，咱还佫会去讲着啦吼。因为第3次的旅行，才是保罗真正去拄着遮个问题的一个记载吼。伊特别是伊去的时阵拄着遮个问题，伫遐2冬，了后去到马其顿，佫倒转来，伊就特别来闪开吼。但是伊无去忽略着以弗所的重要性，甲即个伊的关心吼，伊请遮个同工来伊伫海边来甲伊相甲讲话安尼吼，嘿。以弗所真正是足重要，伫保罗的宣告的这中间伊所拄着迄个困难嘛是真大吼。我过来写的方式，我大概比较亲像今仔日安尼。历史资料我尽量减写寡，我莫伤过重啦吼。我会较讨论伫信仰的部分遮吼，我做一寡修正安尼啦吼。后礼拜吼，因为甲少年团契、甲妇女团契要去坐火车去头城吼，佫中昼食饱了，才坐火车转来吼。我惊可能我的体力不支吼，所以咱后礼拜停一摆。
过来我再甲资料互咱安尼来讲第3次的旅程安尼好，安尼若无咱就请吴牧长老带咱来祈祷来结束今日的聚会。好，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通过牧师真正好的分享，阮透过保罗了伫意思所中间的教会，伫中间来传道你，总是拄着侪的挑战的时，你犹原坚持信仰，会当伫迄个所在做真好的工。相信我若知，通过今仔日牧师的分享中间，阮了解有所是一个教会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有侪的即个使徒。已经拢伫迄个所在，有留落侪即个信仰的脚印。主恳求你继续甲阮三个弟弟，帮助阮，阮知阮要面对着甲阮无共款信仰的人，要安怎来接纳因，因的毋是来认同，总是用接纳的态度来甲因来分享，将主你的福音，以及阮好的行道，阮好的见证，来伫因的面前，会当来帮助因，会当更加认捌主你。主讲你赐予阮下面的事阮以后的日子，拢会当顺从你的旨意，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见证主你的名。咱要煞回大声，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好，晚安，晚安。